Hello，各位好啊，歡迎收睇我嘅 channel 啊。雲福苑大火案呢，政府終於公布咗呢7座受災大廈居民嘅上樓安排啦。你估係點樣安排？又係呢，聽到呢令人呢拗晒頭又火滾嘅事啦。咁啊，政府佢就話啦，下個月20號開始呢7座大廈嘅居民呢可以分批上樓執嘢。咁啊，每戶呢最多4個人啦，限時就3個鐘。咁啊，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呢，佢就呢好貼心咁幫大家計埋數啦。佢就話啦。4個人咧上去，每個人咧3個鐘，即係話有12個鐘頭可以執嘢。佢覺得咧時間咧非常之充足啊！聽到呢度咧，我腦咧已經有好多個問號，拗晒頭啊！喂，你係咪有啲咩計錯數，有啲咩問題啊？4個人一齊上去，係同一時間4個人一齊執㗎喎，並唔係咧輪流每個人執3個鐘喎。4個人一齊喺間屋入面，3個鐘就係3個鐘，點樣12個鐘啊？佢個數學究竟係邊個教㗎？仲有咧，佢就話啦，居民咧對財物嘅位置應該心中有數啊，收拾咧唔需要太多時間。哇，係咪真係覺得咧隔咗成4個月啦，佢會覺得咧居民咧100% 記得晒啲嘢擺喺邊？我問佢琴日食啲乜，佢都未必知道自己食啲乜啦。仲要講緊咧，其實居民咧對於財物未必真係財物啦，可能係包含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啊，或者係自己嘅一啲有價值啊、有留念紀念嘅一啲嘢啦。佢就覺得咧，所有嘢都係財物位置啦嚇，呢樣嘢咧都已經係好主觀嘅事啦。我覺得再講咧就係咧間屋咧燒到咧爛晒啦，啲位置啊、家私啊，其實全部都可能移過晒啲位啦。咁啲雜物咧又跌晒落地啊！你叫佢哋點樣咧心中有數去揾呢啲咁樣嘅位置咧？仲未計咧，有啲居民可能年紀大啦，又記性又冇咁好喎。你叫佢哋3個鐘入面咧又揾嘢又告別，你覺得夠唔夠咧？究竟？再講啦，居民咧告別單位，佢覺得唔使太多時間。哇，你知唔知道咧？可能咧係佢哋住咗幾十年嘅屋企啊，可能係佢哋過身嘅家人咧一齊住嘅地方啦，即係可能隔咗幾代嘅。你叫佢哋3個鐘入邊又執嘢又告別，我覺得成件事俾我嘅感覺就係咧，政府覺得自己咧好好人啊，又做咗好多嘢啊，又加固又清理又安排時間，但係佢哋根本咧就冇真正企喺居民嘅角度諗啊。阿卓永興咧其實都有講，佢就話啦，如果時間太長咧，成個安排咧要多1倍時間，輪到後面嘅人咧可能要等成個月。佢嘅邏輯就係咧，為咗唔想後面嘅人等太耐啊，所以前面嘅人咧就唔可以執耐啲。但其實有冇諗過咧？你依家叫佢哋等咗4個月啦，都等到咧頭髮都白晒啦。老實講，過咗咁耐，你再叫佢哋咧3個鐘就要搞掂咧，仲要唔准佢哋又要點樣又要嗰樣？你話係咪離晒譜啊？雲福苑大火啦，涉及到168條人命啦，聽證會咧又開咗咁多日啦。爆咗越嚟越多嘅一啲離譜事出嚟啦嚇，包括有啲棚網造假啦、消防系統嘅嘢啦、巡查通訊啦、招標圍標啦，跟住有啲居民嘅投訴咧就無門啊！依家咧俾居民翻去執個嘢咧都搞到咁嘅樣啊！你話呢個政府究竟有冇放啲災民喺心度啊？老實講，唔知大家覺得呢一個嘅新聞點睇啦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啊！中意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啦，未訂閱記得撳個訂閱，再見。